喺我身後邊嘅西沙士蘭瓦斯咧就嚟收樓啦。咁之前咧就同大家介紹過，佢有一個好大嘅會所。咁究竟佢個會所有啲咩玩呢？而家即刻同大家入去睇下，大家跟我嚟啦！會所設有好多戶外嘅空間，例如坐喺呢度草地度睇下書，放鬆心情，可以感受大自然嘅美好。小朋友除咗可以喺草地度盡情咁樣奔跑之外，屋苑亦都設有室內外嘅兒童遊樂場，係小朋友放電嘅好地方。中意運動嘅你一定會中意呢度。健身室配備翻一啲先進嘅健身器材，仲有室內嘅運動場，無論係打羽毛球或者籃球，你都可以盡情喺度揮灑汗水。中意游水嘅你，我相信你都一定會中意呢個游泳池。會所更加會設有一個好大嘅遊樂區，從桌上遊戲去到電子遊戲都應有盡有，亦都會有 band 房。假日嘅時候就可以同朋友喺度打機夾 band 玩足成日啊！玩到餓唔緊要，會所都會有佢自己嘅餐廳。而喺呢度更加會設有5間唔同主題嘅湖畔小屋，無論係舉辦生日派對、家庭聚會，甚至係一個浪漫嘅婚禮，都可以為你留下難忘嘅回憶。屋苑唔單止提供一個舒適嘅居住環境，呢度嘅所有設施都可以讓你盡情享受每一天，令到生活變得更美好。錯過咗第一期嘅朋友唔需要失望，因為好快咧新鴻基咧就會再推出第2期噶啦。如果想知道士蘭瓦斯嘅第一手資訊，就記得關注我啦。下次再見，拜拜。